有識之士，進版學和你生日快樂！5月7號發生嘅事係羅浩科聯成世界知名珍藏人偶品牌 Hot Toys， 以呢個 Grogu 同埋 Wicked 巨型 Cosby 為主題，配合 Cuties in the Galaxy 設計概念，打造咗一個好 Q 嘅星球大戰盟友歷險主題，又仲有呢個期間限定添。之後呢，去展覽區有4大打卡位啦，包括呢個3米高嘅巨型星戰文系角色鼓鼓，有呢個 Wicked 吹氣裝置，然後有呢個鼓鼓原力冥想空間。文趣造型鼓鼓互動區，仲有多款首次喺香港展出嘅 Hot Toys 星球大戰系列1:6比例珍藏人偶。唔知你本身識唔識呢套嘢？俾晒我，因為俾唔識，所以可能啲名都有讀錯，你已經盡可能讀啦。5月7號，今日我做嘅幸運顏色係綠色，比最近有嘅綠色嘢係黃菜，食嘅菜。雖然呢，比今日先知原來認錯咗黃菜做呢個娃娃菜，但係比 Google 完之後睇相又覺得佢哋都係一個樣，應該話嗰啲叫咩？有一類大白菜、細白菜，全部都一個樣，就係個大細分別。但係娃娃菜同黃菜連大細都差唔多咯，係咯。不過因為即係最近開始自己煮飯，咁我想就算過咗今日以後要講綠色嘢，可能都係講唔同嘅菜。除咗呢個西蘭花，因為你冇信心洗得乾淨，其他好少少。今年上代進版學和你講嘅嘢係咪好忙啊你？比較得，因為整體上好似見少咗。不過呢，即係間唔中 Twitter 都有見過你嗰啲叫咩？即係你寫嗰啲文嗰類，係咯，所以俾陣諗你應該係忙，所以可能出現少咗。但係比起好忙又夾硬要追台睇台之類，比較得都係大家心態輕鬆啲好啲。例如你好忙嘅話，真係好攰嘅話，俾我支持去瞓覺，支持去 hea 地，可能睇啲片、瞓覺，做啲超級有興趣嘅嘢放鬆下，係咯。另外就係你今日就發現一件事，就係你 Twitter 上面嗰個簡介改咗，以前係呢個茶屋上行，今日睇發現唔同咗。不過點講好呢？你都不過你唔會覺得係冇咗咁樣，因為叫咩？回憶會一直喺度，然後個 channel 又一直喺度，就一直係咯。大家掛住嘅時候都可以去睇以前啲表演留底，又一直喺度咁樣。雖然比有時都會掛住，即係比都係嗰啲好有啲念舊嘅人，但係叫咩？即係當大家喺各自更加想做嘅事情上發展，或者係為咗自己嘅生理或者心理上更好做出嘅選擇，你都覺得係好嘅選擇咁樣。
雖然俾都保證唔到啲乜嘢，俾即係可以保證，俾會繼續一直喺度，同埋可能喺呢個可以講嘅範圍內透露下一啲互動咁樣，係咯，所以都叫咩？你又得唔使諗得咁嚴重。當然，如果會悲傷傷心呢個都係大家嘅權利，但係起碼係你會積極，你會積極咁同大家繼續分享唔同嘢。可能邊日就復活呢？係咪先？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少咗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！拜拜！俾相信你會睇到呢條片啊！雖然俾應該係今日最後一個同你講生日快樂嘅人，拜拜！我仲要勁長條，拜拜！